各位，上一次我哋講到啊，龍近光佢微服出巡，咁啱就走咗去霍之庭嗰個鋪頭嗰度避雨。但係其實點解龍近光佢身居高位要微服出巡呢？唔通真係私訪體察民情？其實唔係嘅。嗱，武昌起義之後，廣州光復之前，兩廣總督張明琪任命咗龍繼光做廣東鎮統，統率廣東嘅寶清新軍。龍繼光嘅細佬龍近光呢，就做鎮統副使，官銜相當於後嚟嘅副司令啦。不過啊，龍氏兄弟呢就唔係威咗幾多日啫，廣州就俾民軍同埋反清嘅新軍包圍到水泄不通，兩兄弟呢就甕中之鱉一樣啦。龍繼光呢都算識時務，佢完全唔抵抗，成全咗廣州和平光復啊！因此龍繼光就立功贖罪，冇幾耐仲宣佈埋反清添。所以當時胡漢民、陳炯明嘅軍政府就冇將龍氏兄弟係點樣為難嘅。龍氏兄弟呢就喺廣州呢邊韜光養晦啊！龍近光雖然仲係制軍嘅第二號人物，但係佢出門辦事啊，或者探朋友，絕對唔會話前呼後擁招搖過市嘅，因為費事俾軍政府見到啊，篤眼篤鼻啊嘛。其實龍近光呢，只係換咗便裝，就唔係一條友出街嘅。佢嗰啲便衣保鏢，只不過係避雨嘅時候，就喺鋪頭外邊嘅騎樓嗰度等。霍之庭開頭冇為意嘅啫。嗰個時候嘅龍近光呢，就比較得閒。識咗霍之庭之後呢，成日都走去福利鋪同佢埋堆嘅，聽霍之庭係點樣喺度鬧辛亥革命。霍之庭啊，知道龍近光呢而家冇乜運行嘅，所以就係因為呢個原因，龍近光先至唔理自己嘅身份，走去同民間嘅商家交往。如果係以前，你啲咁嘅商家佬邊有機會行近龍近光身邊啊？霍之庭呢，為人有熱情，鬧又鬧得有水平。所以兩個人嘅關係呢就越嚟越好啦。嗱，話說呢一日，霍之庭就請龍近光去長堤嘅大寨嗰度食飯咯。咩叫大寨呢？就即係高級嘅妓院。龍近光呢知道大寨嘅消費嘅，一圍台起碼都200-300銀元。龍近光就想話唔去噶啦，霍之庭就話已經俾晒訂噶啦，唔去咪益晒嗰啲龜公龜婆。於是龍近光就跟住霍之庭坐轎去咗大南門外嘅長堤。咁大寨呢就喺鬼樓入邊。咩叫鬼樓呢？嗱，我哋廣東人啊叫啲洋人做鬼佬，洋樓就叫鬼樓啦。嗱，呢間鬼樓啊，外邊睇就西式，入邊呢就完全係中式風格嚟嘅。當時嘅報紙呢基本就唔會有相嘅，再加上龍近光呢又唔係廣州嘅頭號人物。咁呢普通嘅市民呢，就唔知佢生得咩樣噶嘛。不過啊，佢一入去大寨就俾人認得出啦。認出佢嗰個係邊個啊？就係我哋之前講過喺廣州城內大名鼎鼎嘅花花公子蘇大闊。蘇大闊呢，同佢作揖打工之後就好熱情。龍大人，第日只要大人願意嘅話，嚟大寨逍遙快活咯，小弟一力承擔。大人你中意邊個阿姑，小弟幫你搞掂就係啦，乜嘢錢都唔使你出嘅，最緊要龍大人賞面，全省上邊間大寨，我幫你搞掂晒吓。嗱，各位喺以前啊，你要去揾妓女嘅話呢，唔係咁簡單噶，有好多規矩噶，包括咩出毛巾啊、探訪啊、擺房啊。其實呢啲呢係行規嚟嘅。簡單啲嚟講，你要同個阿姑同個妓女啊享受魚水之歡之前，就要同佢所謂拍下拖先。由認識去到上床，少則呢就幾個月，多則幾年嘅。呢個拍拖嘅期間，每一步都要使大嚿大嚿嘅銀紙，全部都入晒龜公龜婆嘅銀包。實質上啊，淨係屈你呢啲鹹濕佬嘅錢啫嘛。不過話呢啲規矩呢，只會喺出現大寨嗰啲紅牌阿姑身上。一般嘅妓仔純粹就係現買現賣嘅肉體關係。蘇大闊
佢就係大寨嘅老淫棍，只有佢啊先夠膽拍呢個心口，或者又真係只有佢先有呢種特權嘅。嗱，蘇大富嘅口氣啊，好似話全省城嘅妓寨都係佢開嘅一樣。咁龍近光就笑啦，就話蘇公子一番美意呢，第日一定會去賞識下嘅。不過而家同霍先生有事，係咁先。咁蘇大闊啊就望咗下霍之庭，眼白白咁睇住霍之庭呢，翹住蘇大闊隻手入咗廂房咯。當時嘅霍之庭呢仲係小人物，佢就唔識邊個係霍之庭嘅，但係霍之庭呢就聽過蘇大闊咯。因為蘇大闊啊喺當時已經係一個名士，不過呢係好名定係污名，就大家自己分析啦。嗱，霍之庭同龍近光坐低咗之後，就見到兩個妓女喺側邊陪坐陪唱。呢啲妓女呢，淨係陪唱陪飲就唔賣身嘅。呢啲係大寨嘅規矩，亦都係達官貴人富商巨賈嘅雅興嚟嘅。嗱，喺席間，霍之庭就話：委屈晒啦，龍兄，如果你跟蘇公子玩，就有全套嘅服侍啦。龍近光呢就唔係咁講啦，我點會上佢面啊？你唔知道幾年之前，知議局禁賭，蘇大闊個名有幾臭？嫖妓嘅嘢，一個男人唔可以冇，亦都唔可以沉淪，沉淪就唔大事啦。嗱，霍之庭啊喺龍大人身上呢，其實使咗唔少銀兩嘅，不過終於就有咗回報。喺幾日之後啊，龍近光就走嚟揾霍之庭啦，同佢講：以後制軍嘅軍服全部由佢福利承包，布呢就由佢哋軍部嘅軍需官買翻嚟，工錢就俾咗霍之庭先。至於霍之庭之前收唔到嗰幾條爛數呢，佢會幫佢搞掂噶啦。霍之庭一聽就高興啦，龍兄呢番說話見外啦，唔通我信你唔過咩？龍兄咁器重小弟，小弟就一於盡力而為啦。不過呢單生意後來竟然做唔成，點解？因為佢哋嘅制軍啊，俾陳炯明排擠，即刻就調防翻廣西啦。咁龍近光啊，特登走嚟告辭，講明個原因。霍之庭個腦一諗一轉，就同龍近光話：唉，生意做唔成唔緊要，如果龍兄唔嫌棄，我聽日就喺潮州酒家幫龍兄餞行咧，希望龍兄上個面。咁龍近光一聽到又要去食你啊，唉，都係唔好意思嘅。於是佢就推咗，又話自己嘅大哥唔會嚟，佢提出就叫霍之庭咧去佢哋屋企嗰度食飯啦。霍之庭啊當堂啊歡喜啦。第二日佢就帶埋兩份厚禮去俾龍繼光兩兄弟啦。龍繼光呢對霍之庭就唔係特別熱情，佢本身係有事要做嘅，坐咗一陣呢就走咗啦。其實霍之庭佢預期嘅目的咧已經達到噶啦，心足噶啦。因為喺賭業呢件事上啊，霍之庭就將佢嘅賭注壓咗喺龍氏兄弟身上。佢認為龍氏兄弟以後一定可以東山再起嘅。佢就唔識政治啊，亦都預測唔到以後政局嘅走勢。不過佢知道龍氏兄弟手握重兵，只要唔係話太過黑仔，喺兩廣一帶呢，肯定有作為嘅。嗱，霍之庭呢真係買中咗，袁世凱仲用龍繼光、龍近光兩兄弟，其中龍繼光呢一手把持廣東嘅軍政大權，佢細佬呢就負責主持制軍嘅軍務。咁龍近光係點會忘記呢個患難之交霍之庭呢？佢安頓好之後，就帶住啲衛兵前呼後擁，親身去到霍宅度拜訪啦。以後霍之庭啊出入龍府呢，就好似出入自己屋企咁。福利軍服廠亦都正式開始大筆大筆咁接軍服單啦。嗱，從理論上嚟講啊，廣東省嘅軍隊呢，全部都係由龍繼光嚟統率嘅。但係龍繼光明白到一樣嘢，真正聽命於佢自己嘅就只有制軍呢一係，自己要坐穩都督呢個寶座，亦都唯有依賴武力啦。所以龍繼光呢不斷招兵買馬，喺佢哋制軍啊啱啱進入省城嘅時候呢，兵力都係萬幾人啫。到咗1915年，擴充到38600人，大約呢就佔咗當時全國新編軍嘅8%。龍近光呢任副軍統，
濟軍擴編成為4個旅，段議元做佛山司令，馬傳發就係潮梅鎮守司，黃純良呢就係高雷鎮守司，黃恩石做虎門要塞司令。呢幾個人啊都係權傾一方嘅，佢哋號稱龍濟光手下嘅4大天王，每個旅下邊設3個團，再加上省城嘅警備團，一共13個團長，號稱13太保。嗱，呢13太保加埋下邊嗰班兵仔，軍費開支幾龐大啊！政府原來留低嘅軍餉同埋正常嘅稅呢，遠遠都唔夠佢哋使用嘅。龍濟光係頭殼赤啦。嗱，咁啱1914年嘅夏天呢，廣東就水災，龍濟光就聯同按察使李國軍打住救濟水災嘅名義啊，招商承辦山票鋪票。咁山票個名呢就叫做15字有獎議會，而鋪票呢就係10字有獎議會。咁全省嘅山鋪票總廠嘅承辦權就係由之前講過嗰個麥竹環所攞咗，每年嘅費用呢80萬。而且需要預交40萬添。總廠下邊就分山票廠同埋鋪票廠兩樣分開㗎嚇。總廠同分廠之間呢就冇隸屬關係嘅，所以有票廠牌照嘅發放，名義上呢就歸省嘅稅廳嚟管理。但係真正話得事嘅呢，只有省級嘅官員得幾個咁多。不過最後啊，全部都要龍都督岌頭先得嘅。嗱，分廠嘅承辦費呢，1到2萬咁啦，就要睇翻下邊各個縣鎮繁華程度同埋人口幾多嘅。承辦費呢就固定嘅，但係你要搞掂個牌同埋保住個牌，恐怕開銷呢就唔止個1、2萬啦。之前廣東禁賭咗幾年，開賭之後啊，即刻呢就風起雲湧啦。開賭第1年，省府嘅賭稅收入185萬，第2年即係1915年去到206萬，咁樣呢，濟軍嘅軍餉就多咗好多。不過啊，都督就貪心啦，佢見賭商贏咁多錢賺咁多，開咗冇幾耐之後啊，佢就加多咗牌捐一項，由稅廳向持牌嘅賭商啊攤派捐款。各位，未來嘅大賭商霍之庭呢？呢個時候佢正係忙緊幫濟軍趕造軍服。龍近光嘅大部分時間就喺省內所有軍營嗰度巡視，而且仲帶兵去各地剿平討龍起義軍。兩個人喺省城見面呢都好少嘅，就算佢哋見到面，龍近光亦都冇同過霍之庭講開賭嘅事。霍之庭而家呢同賭界都仲未有咩拉楞，不過嗰個蘇大闊呢，就打算喺賭界重振雄風啦。喺省府啊，當時籌劃重新開賭嘅時候呢，佢係收到消息，於是就積極去揾嗰個巡按使李國軍。李國軍同龍濟光開賭呢，其實就擔心有非議嘅。佢哋肯定知道蘇大闊呢開賭就好有經驗嘅。不過啊，佢哋兩個為咗保持自己嘅名聲，就將總廠嘅賭牌呢批咗俾麥竹環。咁麥竹環呢，係從來未開過賭嘅噃。總廠就發完啦，咁啊到分廠啦，分廠呢牌都發完啦，蘇大闊一個都冇。賭牌限期呢就1年，期滿呢可以再申請嘅。蘇大闊呢就諗起之前曾經怠慢過嗰個霍之庭，去到霍家揾霍之庭傾下，不如一齊去攞下期嘅賭牌啦，擔保可以發達㗎咁。蘇大闊講到霍之庭呢，心都喐埋。佢對於開賭嘅嘢呢，平時睇就睇得多，聽亦都聽唔少噶啦。佢就特登走去票廠嗰度睇咗一輪，認為呢真係一條財路噃。但係佢心呢就唔想同蘇大闊合夥，因為佢知道龍氏兄弟啊，對於蘇大闊嗰個名呢就好避忌，因為臭晒啦嘛。到咗第2次見面，霍之庭呢就借啲意推咗蘇大闊啦，話以後有機會一定請蘇公子入股啊咁。蘇大闊條氣咧就挫住，我一定要揾你同我開賭㗎。過咗冇幾耐，蘇大闊呢就揾咗啲地方土豪賈六旺喺南岸村嗰邊開咗間絲館，揾啲拉客仔喺省城入邊就氹啲賭客過江去賭錢啦。
有一部文獻叫做《80年來廣東的開島與禁島》，入邊係咁記載嘅。當時廣東嘅山鋪票公道呢，由龍濟光直接控制。龍濟光喺佢任內迫於輿論壓力，就從來都唔敢公開招商承辦番攤。不過佢手下嘅4大天王啊、13太保啊，佢哋喺自己嘅地方包庇開設嗰啲番攤館呢，通街都係。近嘅喺西郊南岸村更為猖獗，由當時嘅劣紳賈六王包庇，乜鬼嘢白鴿票啊、字花牌九、魚蝦蟹、骰仔檔應有盡有。附近西關嗰啲男男女女啊，好似蟻騮蜜糖咁，一時間南岸村又叫做小澳門。言歸正傳啦，呢一日霍之庭嘅朋友許生真係拜會，見到高老球一心走去做呢啲咁微利嘅軍服生意，而唔去賭業嗰度搏殺下，有啲愕然。於是佢就動員咗高老球，通過龍近光嘅關係搞掂分廠嗰個賭牌。其實霍之庭啊個心一早就想去嘅啦，佢點會唔識利用呢啲關係啊？只不過啊，啲賭牌已經發晒出去，仲未到期。高老球就話啦：既然大哥你咁想開賭嘅，我揾日叫阿龍近光嚟試試。如果攞到牌嘅，我哋一齊做咧。霍之庭就派人打探到龍近光呢啱啱返咗廣州休息，於是就走去拜訪啦。但龍近光就同佢話自己唔係好知道個牌係點樣搞嘅，但係一定會幫霍之庭搞掂。廣東嘅山鋪票總廠同埋分廠嘅牌照啊，雖然最後全部都要龍濟光佢岌頭，但係各地分廠牌照嘅申報上報呢，全部都係由下邊濟軍嗰啲首領喺度內定嘅。咁龍濟光呢，為咗照顧自己班屬下，一般都唔會擰頭嘅。當時廣東有一半地區都未俾濟軍控制嘅，省府發放嘅牌照呢，喺嗰啲地區係冇乜作用嘅喎。不過喺佢哋龍系軍政人員把持嘅縣鎮呢，大部分都係窮到窿嘅，開賭又冇肉食，所以第二期牌照嘅發放呢，就係官商雙方既得利益嘅再分配。一般佢原先揸住個賭牌嘅咯，就肯定要嚟巴結下嗰啲軍政要員啦。俾人除咗牌嘅只係好少數啫，所以你想成為新嘅賭商，個關係一定要夠硬。當然龍近光啊點會令霍之庭失望呢？龍近光呢就搞掂咗佛山鎮同江門鎮嘅鋪票牌啦。嗱，當時呢兩個地方仲未見市嘅，咁樣啊就同時證明咗霍之庭同龍近光嘅關係非比尋常。佛山、江門都係南海縣新會縣嘅繁華商埠，到而家依然係啊。霍之庭9月攞到個牌，去到年底第一期嘅牌照就到期啦，所以喺1916年1月1號開始，我哋呢位賭業嘅新手霍之庭終於可以初試鋒芒啦。